咱拢是有福气的人。我是安怎讲呢？咱提早来敬拜主。礼拜日是上帝甲咱分别做成的日子，咱来准备心，所以咱来提早到咱的礼拜堂。咱的礼拜堂真舒适。来牧者人讲哦，恁教会真水呢，你有感觉到？有吼，感谢主。一日遮，咱若含较早咱的遮的先辈的信徒来做比较，咱真正真幸福。较早的先辈，因爱担物件，可能爱撩水到迄个所在做礼拜。需要行足久，1点钟、2点钟。因搁担物件，中昼伫遐做伙食，来做分享。下昼搁一场礼拜，因是专心礼拜，专心敬拜主。阿门。等下到厝已经暗啊，这个是一工的工程。因得到饱足，因的心灵得到饱足，会当因经过日子有主咧引带路。今仔日是礼拜日，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子，是分别做成日子。咱来领受上帝话命美牛，这个美牛会当互咱的日常生活做咱的帮衬，做咱脚前的顶路上的光。请咱起立，咱出来吟一首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咱在其中，咱在其中，要欢喜饮食，要欢喜饮食。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在其中，要欢喜饮食。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咱在其中，咱在其中，要欢喜饮食，要欢喜饮食。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在其中，要欢喜饮食。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咱们用欢喜来吟诗，你的心不要记着头棒，你有什么苦难，你找主讲，要记着咱着。你来中来学乐来吟诗。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在其中要欢喜饮食。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咱在其中，咱在其中要欢喜饮食，要欢喜饮食。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在其中要欢喜饮食。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感谢主，因为主会听，主会救赎，咱能成做一个人。咱伫主的内面，咱能彼此来相款待。有艰苦的时阵，咱来三夫妻；有欢喜的心，咱做伙来分享性命的分享。咱这用这首，咱拢成做一个人。咱拢成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成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成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当天门，因为耶稣蒙主恩，因为耶稣的主稳住在观台，有时欢喜当日时，有时苦当当相比，因为耶稣三甲艰苦三工地。
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才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当结婚，因为耶稣望主安，因为耶稣比主稳住在观坛，有时欢喜当其时，有时可当当伤悲，因为耶稣三万干过三万地，咱拢才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儿女，咱拢才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才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当结婚，因为耶稣望主安，因为耶稣比主稳住在观坛，有时欢喜当其时，有时可当当伤悲，因为耶稣三工干过三工地，因为耶稣当结婚，因为耶稣望主安，因为耶稣比主稳住在观坛，有时欢喜当其时，有时可当当伤悲，因为耶稣三工干过三工地，因为耶稣当结婚，因为耶稣望主安，因为耶稣比主稳住在观坛，有时欢喜当其时，有时可当当伤悲，因为耶稣三工干过三工地，因为耶稣三工艰苦，因为耶稣三工干过三工地。感谢主，俄罗主，咱将欢声归乎阿爸爸上帝，且坐。主的平安，互你是毋是会当真心来接纳，还是你来提示呢？主的平安虽然是即个弯巧的世代，但是永远无法度互你平安。即个世代，咱人若无平安，其实你偌好嘢，拢是空空。心内无真实的平安，真正是悲哀，真正是艰苦。但是主是咱的片风的迄个海华，伊要互你真实喜乐的平安。咱做用一首耶稣给你平安，咱用华语的来吟。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这世界虽有苦难，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平安，
耶稣伫遮。咱伫世间虽然有苦难，总是主伫你内面，要互你得到平安。受伤的路德，伊无压制；要花的电火，伊嘛无来拍煞。咱再来学了这首，毋免惊，耶稣伫遮。无论遐大，总是会落山。海洋搁较雄明，总是会平静。伫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程，伊无安静；要花的电话，伊无拍死。
感谢你，因为你的话是遮尔啊宝贵，你的话是带有快乐、有宽平的。阮也会记得记，你的话要放伫阮的心内，免得阮来得罪你，免得阮来离开你远远。嘛，因为安尼，你的话要成就伫你的教会，伫你的百姓。主，阮感谢你，阮的牧者甲阮的治安因休假以及教招，阮感谢你保守因平安，等伫阮的中间。主，阮感谢你，主，阮学你。伫即届的台风，阮知影有侪所在受真大的损失、真大的灾害。恳求主你怜悯甲安慰，伫地方的官员会当来协助，会当紧来恢复正常。阮知影伫人生有风雨，会经历着艰难艰苦，无论是偌大，总是嘛会落雪的时阵，有停止的时阵，有平静的时阵，总是主。阮有主，你伫阮的内面，阮是平安的。无论风影遐尔大，苦难遐尔大，攻击阮，主的怜悯要成就阮的快乐，养壮阮，养持阮，互阮来定心，来得到快乐，亲像鹰鸟安尼。走也无野，行也无先。阮心爱坚定，伫主你伫阮的身边，阮的心免惊。耶稣要保护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看顾咱，养持咱。阮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伫遮。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免。咱做伙用主导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咱三甲用主的话来做伙做启应。启应文56篇，约翰书第1章。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道是上帝。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物。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伫伊内面有活命，
这挂名是人类的光，这个光伫黑暗中咧照，黑暗毋捌赢过光。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无接纳伊。遐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使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因毋是对系统，毋是对律法约，嘛毋是对查甫人的意念，是对上帝生的，都诚侪人踮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恩上加恩，祝福互咱大家。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恩典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有爸心怀中独一的囝，有甲伊显示出来。咱请圣歌队来学了，今仔日的诗歌是伊的话。
感谢圣歌队的儿乐，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诗篇24篇第1节，以及诗篇第100篇。我用台语汉语本来共读。诗篇24篇第1节，地甲一种所充满的，世界甲踮伫伊中间的，拢属耶和华。诗篇第100篇，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立伊的门，用儿乐立伊的院。着感谢伊，学了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咱请吴牧师来进道，今仔日的题目是明白做咱的上帝，基督徒的国度观。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做伙同心伫主的面前，三角做伙来祈祷。全能万物的主上帝，阮感谢主你，感谢主你赏赐阮活命的话，来到主你的面前领受。毋若领受，阮也要来敲找，通过你活命的话，带有大官兵的话语来养持阮的活命。恳求上帝，你赏赐阮气力，当阮搁一摆来到主你面前敬拜你、学乐你的时，阮毋若要得到主你欢喜的接纳，嘛要伫阮的生命中，通过伫软弱信心的考验，互阮会当更加信靠主，用祈祷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求讨智慧。主啊，阮相信，主上帝你是阮气力的来源，除你以外无别个神通甲主你相比。只要阮认定主你是阮的主上帝，是阮生命的头，谦卑顺服你的心意，借着信心来祈祷，来为主来活。阮相信，阮的确会当得到转变的气力。求上帝你将阮的生命带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亲自用你圣神的气力来感动阮的心，互阮成做一位为主你传扬福音的好工人，完成大使命上帝的囝儿。愿主你丰富阮生命的话语，伫通过圣神的感动的内底引出来内面，互阮搁一摆来经历主你要对阮生命教导的心意，互阮知走好业，行好善，为主你体恤培全，成做美好的见证。愿上帝你的话，搁一摆来刺插阮逐人的内心，为主你来活，见证上帝你的名。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感谢上帝带领咱，搁一摆三甲主节来认捌主的话。今日牧师要甲咱做伙来分享，咱要来认捌咱的主上帝有一个真要紧的关系，就是要安怎样成做一个基督徒以外，咱嘛着学习要安怎有一个无相款的眼光来看待上帝所赏赐的世界。上帝所赏赐的世界，毋是咱所看的世界观。上帝所咧看、所创造的世界，是要会当互伊的百姓会当重新来认捌，到底咱要安怎样伫伊的国度的内底来行伊为咱备办的道路。所以，咱所行的道路，虽然是活伫世间上，虽然是活伫咱所看会到，甚至即马佫有侪虚虚假假的啥，这个叫做元宇宙，或者是一个抽象的世界里来看网络的世界。但是咱拢会当看见，每一个基督徒拢需要活伫一个无相款的角度来去看待咱所看的世界。这个物件，咱需要重新来思考，来甲伊定义，叫做上帝的国度的关系。所以咱来了解上帝国度观，其实咱认真来思考起来，已经毋是咱所咧看的世界观啦。所以咱来了解
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常常着爱宣告讲，求上帝圣神来感动咱的心，要安怎样行伊为咱备办的道路。所以兄弟姊妹 ，PPT 哈 ，PPT 帮我切一下哦，要点一下。咱人生命中间，咱所着行的道路，并不是家己想要行的路。阿免，这你会当认同，因为咱所要行的道路是按照逐个人无相款的个性，吼，上帝创造咱无相款的生命来教导伊，甚至互伊学习要安怎遵照主的道理来行。所以咱会当理解，箴言22章第6节讲教导囝儿，互伊行着行的道理。就是到老伊嘛无偏离，所以咱来了解这个着行的道理是啥？毋是教义的意思哦，乃是安怎？是照着上帝所创造伊无相款的特色、生命的个性，要安怎互伊该调整，互伊会当行伫上帝所欢喜的路。所以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有真侪基督徒活甲一个年岁，你会感觉伊咧讲的话，常常伊也讲出来，敢若毋是上帝所要爱讲的，你听会出来。虽然你嘛知影伊咧讲主上帝，但是你听会出来，敢若拢是伊家己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咱来了解哦，到底咱咧分享上帝的话，咱的生命是毋是真正做一个成熟的人？成熟，吼，成熟。咱嘛爱了解，咱信主的人，咱的生命有成熟也无？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甲伊看一下，甲伊讲。你的生命就要活出成熟的生命，成熟吼，活出成熟的生命吼，毋是成熟吼，成熟嘛是真要紧，但是我感觉成熟更较要紧吼。所以兄弟姊妹，我真爱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有真侪讲到生命成熟的一本册啊，咱的生命不断在增进、在进前、在成长，咱的生命嘛就爱成熟吼，咱必须爱努力。去突破，有真侪困难，但是你问耶稣讲啊，我无法度，我的资源欠缺，我的经济能力嘛无够，我的能力就是有限，咱就无要改变，咱就无要成长。所以兄弟姊妹，咱了解圣经内底上帝安怎带领以色列百姓通过红海，佮经过约旦河，有无？这个河，这个红海佮约旦河，这是一个记号哦。虽然是一个记号，咱嘛甲想象，哪亲像一个人，你的生命吼，哪像有当时嘛爱过河啊，对无？你拄着困难，你袂当讲啊，这条河吼上歹行，我要行较好行，袂使啊。咱着安怎学习亲像以色列百姓，因伫遐咧甲摩西讲，阮伫埃及吼，活甲好好，你现在无代无志要甲阮带出去，去突破迄个困难。有当时咱嘛安尼想诶，牧师啊，阮旧底住伫遐就好好咧。谁让你个要带阮来见证啊？兄弟姊妹，这就是咱所爱面对的困难。人的生命中间有最困难，无论你传福音，无论你要安怎服侍上帝，无论伫你的生命所拄着的困难是甲人的关系，咱拢得爱突破。所以兄弟姊妹，希伯来书第6章第1节到第3节就甲咱讲，所以咱就应该爱离开基督道理的啥基础啦，尽力。进到伫成熟的地步，无搁再入根基啊！吼，那亲像啥？这个悔改到死的行为，这是一种信心诶！吼，你着爱安怎？你着爱信靠上帝，逐款的洗礼，你茫搁活伫迄个像啥？我该通过牧师，你甲我为我祈祷，你该甲我行洗礼，吼，你茫活伫迄仪式的内底啦，吼，死人搁活。吼，永远的审判，其实这个教导你拢知影，但是你要安怎？毋通继续，那亲像你爱去定心去认捌这个物件，因为这个物件真简单，足好理解。你嘛知影讲，啊，主了为我来死，去活，啊，我嘛着来跟对伊来认捌这个福音。啊，若认捌啦，你茫搁继续去活伫迄个，敢若无介清楚哦，啊，搁毋捌的阶段，这就是咱的生命着爱活出离开基督道理的基础。所以兄弟姊妹，希伯来书第6章9节到12节讲，亲爱的兄弟啊，虽然安尼讲，我犹原深信恁是有更较好的情形，就爱更较接近这个救恩啊。因为上帝并不是无公义，
竟然袂记得恁的工课，恁为着伊的名所显明的疼心，就是恁过去到现在所侍奉服侍这个圣道的疼心共款。我毋望恁逐人着爱显出相款的热情，一直到底，到确信的迄个地步的毋望。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你着爱为主坚持到底，你爱为主坚持到底。所以兄弟姊妹，第12节讲安尼啊，恁才袂变淡啦。甚至佫会当安怎效法迄个借着信心甲忍耐来承受应允的人。所以我感觉圣经讲的真好哦，伊咧甲咱教导要安怎诚做一个成熟的人。甲你边仔兄弟讲，你茫变淡，茫变淡，因为咱人真容易变淡落来。啊，我著说咧啊，教会看起来嘛起甲好好啊咧。我甲你讲，甲你边仔兄弟讲，大桥教会还佫有真久长的路爱行。大桥教会要有真久长的路爱行，咱有真侪福音的工作，咱还未做的。所以真感谢主，咱三礼拜前，咱有这个1919这个基督教救助协会，咱的教会嘛开始含这个机构，会当做一个结合，会当通过社会资源，这真好的资源，会当真实来起来帮助人，甚至会当通过咱教会对社区，会当邀请侪这社区的里民来到教会，要安怎有一个有资源的运用。咱以往咧讲办事工真惊就是无钱啦，无资源啦。但是咱通过了解这个机构，伊是一个基督教的救助协会，会当通过帮助侪教会有想要成长，有想要改变，有想要做伙来参与的人，提供资源予因，然后就会当帮助因做伙来关心人。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就爱哪来哪成熟。所以到底生命成熟的意思是啥？就是无变淡，不懈怠。咱学习去效法迄个凭着信心，会当忍耐来领受应允的人，这就是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还有一种生活叫做基督徒的生活，无应该是静止的。静止的基督徒是什么？反正我就来礼拜就好，平常时的生活甲礼拜日的生活是无共款，其实咱会当理解啦，这是自然。咱即马咧离开教会，倒去厝里，就生活嘛是爱过咧。但是你的生活要安怎样，诚做一个基督徒应该爱有的，爱有啥？爱有祈祷嘛。咱平常时，我妈妈常常咧甲我讲，你的囡仔食饭有咧祈祷无？食饭的祈祷，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嘛，敢毋是？出入拄着困难，咱就祈祷嘛。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的生活毋是静止的，伊是随时拢伫甲主结连的关系。兄弟姊妹，有一个英国的一个英国的领袖宗教领袖叫克伦威尔，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人若停止改善家己便失去了这个君主的风范啦。我甲伊换一句话来讲真有意思。信徒若是停止改善家己的生命，便失去了基督徒的本质啦。基督徒是啥？敢毋是就是军队耶稣基督的门徒嘛？了解无？所以基督徒是一个军队耶稣基督的门徒，咱就爱学习耶稣所讲的信息，爱人就爱奉行，靠着主耶稣基督来得救。但是偏偏基督徒敢若靠主无得胜有无？艰苦济寡有无？埋怨有无？上重上空上芳有无？拢无照着信心的角度来面对伊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来好好来学习，咱要安怎看待？有真侪时阵，咱的一生敢若活伫家己的内底啦。你真容易会抱着个人的主义，你就无愿意用一个专一的心安怎来为主来活。我甲你讲，这种的信仰生活生命是无成熟的。我讲一遍伊敢若活伫伊的生活内底，但是伫伊生活内底，常常拢在讲伊家己，常常咧用伊家己的看法，用伊的想法在处理代志。最后发生代志了，伊阁甲你讲另外一项代志。
所以兄弟姊妹，咱要了解信仰若无成熟，这是真要紧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基督徒有可能真属灵无？会哦，你嘛听过有诶做真属灵的基督徒讲，你得爱圣洁，吼，你得爱属灵，你得爱追求德性，你得爱安怎样？他是信仰的生活。但是你若看即个人倒去处理，伊甲伊处理的人的关系真歹。安尼，即个人伊的生命是活伫即个虚假的眼光内底。所以兄弟姊妹，无论是你为着家己的人，甚至也是讲你敢若注重圣性的，你敢若注重信仰的，但是你无实际的生活，我甲你讲，即种的生活，即种的生命，拢是毋好的。所以兄弟姊妹，到底咱要安怎学习，成做一个真正成熟的生命基督徒的经验？咱就爱了解，咱必须爱养成好的属灵的生命的习惯。灵修、祈祷，甚至咱嘛就爱有好的教会生活。甲你边兄弟姊妹讲，你就爱有稳定聚会，你要稳定聚会哈，要稳定聚会，鼓励，咱能鼓励咱的兄弟姊妹，有真侪兄弟姊妹，常常为着生活，为着家庭，为着伊做要出门啊，常常吼天气变化，嘛影响伊敬拜上帝哦。这个心态、生命。都是需要好好陪伴、帮助他、激励他、鼓励他。所以教会内底兄弟姊妹，咱要讲基督徒上帝国度观是啥？上帝国度观就是咱要安怎伫生活内底活出上帝爱咱做的工课。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国度观有可能会实现无？看起来敢若无吼。了解我的意思啊吧？上帝的国度观啊，绝对是有可能的。但是上帝的国度观需要大家共同来建造。家庭关系，你有希望你的家庭是幸福无？有无？啊，上家庭的幸福是上简单的啊，大家看到会烧酒问嘛，敢毋是？你的囝儿倒来厝邻狗，你甲你拍招呼；你的孙儿、你的儿孙女。儿女哦，儿孙回到家里，会不会看到你会称呼你？会嘛？如果不会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幸福吗？哇，你欢乐啊！开始甲你的囝讲，你的囡仔拢无咧教。国度观不就是这样吗？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谈福音啊，我们谈的是生活啊。我告诉你，这严重了。所以我甲我的同工讲。我讲，咱伫教会组织做一会，无讲福音嘛，不要聚集。在教会里面聚集，绝对不是吃喝玩乐，在教会聚集一定要谈福音啊，谈生命的建造。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基督徒成熟的生命，牧师3-4礼拜前有咧跟咱讲起。过去咱有真侪时阵，咱拢咧讲，要安怎诚做学习做一个基督徒。伫教会内底拢咧讲这。咱伫教会嘛咧讲要安怎认捌耶稣基督，对无？但是咱真少去讲到要安怎同心建造教会。一个牧者，伊若甲兄弟姊妹袂同心，即个牧师大概几年后，伊就会准备爱离开。伊家己哦，阮家己做牧者，拢有这种心理哦。看兄弟姊妹也无热情啊。看安尼也嘛看起来，敢若无啥要甲伊同工啊，就不想做了嘛，不想做了，牧师就会算了，我来这间教会差不多也几年了，差不多也该离开了，因为现实的状况就让他看见这些。但是兄弟姊妹有同款无？同款啊！你若看牧者无同心，你就讲这个牧师偌歹拄偌歹，这个牧师安怎样，开始讲是非啊，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同心起做教会有要紧无？非常要紧。甲你边仔兄弟讲，教会若要兴旺，就爱同心。教会若要兴旺，就爱同心。无法度同心，你无法度通解决问题啦。同心的问题其实真简单，就是大家一起来解决问题，对不对？所以你看现在政论节目你现在新闻一打开都是谁骂谁，谁骂谁。现在的舆论是这样你要了解但是如果咱基督徒若是听着这你讲，哎呦，安尼啊，这哪安尼啊？我跟你讲，你就看伊同款，你跟他是同样的，
真正的基督徒，你要去看有没有在解决问题做事的人，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兄弟姊妹，其实咱看人真容易看出，伊到底有当心啊无？第四，咱来开始学习教会爱去讲上帝国度的关系。所以牧师会逐礼拜我拢会常常伫信息的中间拢咧甲咱讲，到底上帝的国度观是什么？你期待建造的教会是什么教会？这就是上帝的国度啊，敢不是？啊，无上帝创造咱的生命来到这个世间要创啥？好，要你赚大钱就好啊吗？要你做一个安怎旁的人就好吗？要你做一个安怎放弃家己的生命就好吗？其实我感觉不是安尼尔的。上帝爱咱，要来完成大使命、大使命的工作。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你要为主传福音，你要为主传福音，传福音，咱的信用就是就简单，传扬生命、传福音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有很多新来的弟兄姐妹哦。一个教会如果它健康了，神会把那一些人带进教会哦。昨天礼拜六华语礼拜、华语礼拜，来一个新朋友啊，一位姐妹她住在这附近啊，很奇妙哦，就上帝就把她带来了哦。我牧师有捌常常甲咱讲过，咱若准备好啊。上帝自然将这种人需要的人安怎带来，但是咱爱健康啦，咱若无健康，上帝袂甲伊带来。了解我意思无？无健康哦，上帝佫互人安怎离开哦？真正啊！啊，你无健康的所在，上帝哪要互伊忧困？但是你慢慢想讲啊，牧师，教会好像不太健康，我要走了，不是这个意思。咱来了解。咱伫教会内底，咱扮演什么角色？好，所以兄弟姊妹，咱今日要做伙来了解，要安怎来认捌咱的上帝？基督徒应该要了解伫虚假中间，真实甲虚假中间，这是一个世界观，这不是上帝国度观，了解无？但是咱若无法当搞清楚，咱嘛真容易安怎会分别袂清楚。所以兄弟姊妹。国度观，伊其实是清楚的一条实线啦，伊毋是虚的，嘛毋是真实的中间，甲虚假中间伫安怎，让你难以捉摸。其实基督教的信仰，咱的福音的信仰，其实真简单。只要你若抓好条，我相信你的生命伫未来有搁较侪虚线吼。咱明仔载今仔日转去吼，你拄着什么问题吼？安尼真真假假的代志，你会常常来测者，我看有啊。我知影要安怎行，我甚至我知影我存在的目的是啥物，我要安怎为主来做工。所以兄弟姊妹，追求信仰的关系，我相信你会更较明确要安怎做。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一起学习认识上帝的国度观，我们一起认真学习上帝的国度观。我真意爱基督徒爱了解。基督徒的国度观是啥？就是认捌创造咱的上帝。你有认捌这个上帝无？创造你的上帝无？真侪时阵咱拢唔捌，对无？上帝啊，你是安怎互我安尼破病啊？有无？上帝啊，你是安怎互我遮艰苦啊？有无？这就是无了解上帝创造伊的目的。兄弟姊妹，咱来了解诗篇24篇第1节安尼讲，地甲地上万米。拢属上主，你有认同这点无？你有认为你是属上帝的无？有无？你若有，你就袂做歹代志啦。安尼了解无？属上帝的人，你会知影，我的生命是属于上帝。我袂使胡白讲话，我袂使胡白做胡飞乱做，互上帝无欢喜。你自然了解，世界甲点伫遐的画面嘛拢属伊啊。所以兄弟姊妹，当咱看到一个囡仔，伊做无好的时阵，你会做受气，想要甲拍，甚至你真正去甲拍。但是当你也想着讲，这是上帝所创造的，你袂想要甲伊放弃啊。当咱看到教会有一寡种错生，你来教会的时阵，你会甲伊看作伊是上帝所创造的。阿们。你会知影讲，迄是上帝所创造的。主啊，他需要福音呢。他需要认识你啊！你会看到这一点啊，你不会想要把他赶出去啊，懂了吗？
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的信仰。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圣经诗篇100篇第1节，甲安尼讲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甚至第2节讲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俄勒的诗歌来到伊面前，要唱俄勒的诗歌，要欢呼的声音，毋是教会音乐爱做甲偌好啦，毋是啊，是啥？是你有认同你是上帝所创造的无？你若认同你是上帝所创造的，你就亲像第1节所讲的，讲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当向应当的。兄弟姊妹，你要了解哦。圣经讲，着用感谢进入伊的门，着用俄勒入伊的院啊，着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是至善，伊的慈爱煞到永远，伊的信实透到万代。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来明白，上帝伊拢一直咧照顾咱，因为咱是伊草场的羊，对无？咱是伊的百姓，对无？所以咱来了解哦，这句话的意思是讲，上帝拢会甲咱看顾。你若是饲羊的人啊，你的羊你敢会要顾？会嘛？啊，咱圣经就甲咱讲啊，咱是伊的百姓子民，咱嘛是伊牧羊的羊群。啊，意思是讲，上帝甲咱管顾啊。你何米苦惊？你何米苦你啊埋怨？你何米苦你啊咧为着家己咧生活？其实毋免烦恼，只要交托上帝，为主来活，认真来活。上帝的确会赐福你，所以咱注意看哦。第3节内底讲到认捌耶和华是上帝，咱知影旧约法老王，伊有认捌主耶和华上帝无？无啦，伊就是无认捌主耶和华上帝，所以安怎灾难临到伫伊的百姓，有无？你的生命有安尼无？如果你若发觉真侪看起来哪亲像灾难，你就要了解，你有认捌主上帝，你要认真好好到主的上帝面头前来认捌伊啊！求上帝帮助你，互你明白，你就是伊的百姓。你要安怎定心改变你的生命，调整你的生命，成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兄弟姊妹，这是一篇俄勒上帝最后的最后一篇诗篇。最后一篇诗篇，伊讲到第3节讲上帝是创造咱的主，嘛是永远好佮慈爱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伫遮讲到一个足重要的上帝国度观，真要紧。第1点叫做到主的面头前，着主欢呼的心嘛。所以咱做伙对我来讲哦，哈利路亚！等我讲哈利路亚的时阵，恁就讲啥？阿门。为什么要讲阿门？阿门的意思叫做诚心所愿，我跟你一样的，好，我也可以说哈利路亚，我们就跟着说哈利路亚。有人可以说阿门，所以你也看到有真侪报道会，是安怎遐牧者讲哈利路亚，俄勒上帝，但是有的人已经是画啥话画干呢？你就分别了2种人，了解了吗？所以属伫上帝的国度内底基督徒，咱伫主的面头前爱知影。咱就爱上帝欢呼的心嘛，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心会当亲像安尼。为什么？咱知影吼，世间上看到迄领袖吼，艺人来了，吼追星族吼，他们会不会欢呼啊？哇，蔡依林哇，五月天哦，哈利路，他们不会讲哈利路亚，但是他们会不会欢呼？会啊。哦，拍谁哈，在左下角这类哈。这个政治人物选举哦，有没有？选前之夜，旗海飞扬，民众热情欢呼，韩总统好。不好意思哦，牧师没有政治立场哦，不是要教导各位去投他投谁哦，没有哦，我只是在举例，因为网络就只有这张照片。好，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咱真做主的百姓来到教会上帝的殿院。信徒若无要欢呼、称呼耶和华上帝是咱的主，是咱的上帝，安尼咱来到伊的面前要敬拜什么？不用敬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咱来了解，咱是向来欢呼。诗人甲咱讲是耶和华来欢呼，啊，什么人就爱欢呼？迄诗人嘛清楚甲咱讲咧，普天的
全世界的人拢着爱上帝欢呼。所以兄弟姊妹，欢呼的声音有开力无？会袂？有啦。教会信徒、教会圣歌队咧唱歌有开力无？有无？所以圣歌队咧唱歌吼，你毋通目睭一直咧看谱，指挥一直咧人讲爱看伊，爱看伊的意思是啥？这就是学习。你毋通干来看，我不敢看他。咱唱歌的人吼，就是爱知影讲，咱唱歌毋是看外口咧唱流行歌共款的。咱唱歌是向上帝唱的，无毋对。但是咱爱对这个指挥来带，伊咧甲咱带呢，带咱来行呢。咱亲像牧者带咱认捌上帝话语共款。所以兄弟姊妹，伫美国捌有一个青年，伊交歹朋友离开了教会。有一日，伊啉甲醉茫茫，伊听到教会有一个所在，一个什教会礼拜堂，传出一个哇真欢喜快乐的歌。然后伊就想起讲，伊细汉老母带伊去到伫教会伫遐咧听诗班咧唱歌，伊向向回想起，哇，迄种的情景真平安，真有愿望。后来即个少年朋友，伊就倒转去到伫教会内底，继续亲近上帝。兄弟姊妹，如果教会兄弟姊妹的圣歌队员唱歌也无喜乐，大声细声，袂使袂嘛袂使哦。你问遐说我做欢喜的，我故在我唱，我都无要插指挥，我无要接逐个人的拍子来行，会使袂？嘛袂使啊！咱来对主的骹步，对安怎？对我的指挥，诚做我的引带者，对伊来行，唱出水的歌曲来感动人，互人来对即个声音听着讲，哇！迄大桥教会诗班唱歌有够好听，感动我的心。亲像今日咱所唱的即条歌，安那？上帝的话嘛，敢毋是主的话，就是诚做咱的活命，诚做咱的帮助。所以兄弟姊妹，着认捌耶和华是上帝，因为伊创造咱，咱是伊的百姓。咱这回来看一段影片吼，是牧师这几礼拜吼阮去到伫花莲伫遐聚会，礼拜日吼去到伫遐聚会时我听见因的诗歌吼。因的牧师我去参加因的即个周间的祈祷会，看见讲哇，因的牧师真较牧师共款啦，散啦，但是伊50几岁真有活力，唱歌真有好听，嘛真激励咧鼓励遮的兄弟姊妹那个影片在那个资料夹，下一页，你直接按下一页就可以了。伫个会中，伊分享路加福音书，伫路加福音书内底14章咧讲起讲人拒绝迄个人所摆设的宴席，有人买地啦，伊讲伊咧买地无用啦，买牛无用啦，娶某无用啦，不偏袒，我们不要习惯不参加聚会，一旦习惯了，魔鬼撒旦会把你。伊讲咱若习惯无要聚会啦，魔鬼撒旦就进入伫咱的生命内底，所以伊咧鼓励遮个关注民的会友，就爱认真参与聚会，所以伫个会中间真认真，我嘛学着咱叫三角组织一个新的舞蹈嘛真好这是咧兄弟团体。唱歌拢在摇拢在摇，享受迄个音乐，大声咧唱，这是兄弟啦，所以咱在座的兄弟咱看了咱会感觉讲，我嘛会使来带歌啦，无拄拄姊妹遐咱带歌啦，所以阮真感谢上帝，上帝对半冬前、一冬前开始引带这关注民南台科技大学因有机会来到伫遮。
嘛通过，互我了解到入捌因的教会母会，因的牧师嘛真欢喜，讲哇真好，会当阮的青年去到伫平地教会，可以当做好的信用的教育，所以因倒转去到伫遐的时阵，因牧师看到因的成长，伊嘛真欢喜，讲咱有机会吼，咱嘛会当做伙来遐，会当来参与哦。所以牧师嘛有一个期待啦，每年咱会当来安排，有一日咱来做亚瓦礼拜2天1夜的，我们3天2夜，可以礼拜5晚上啦，咱我们再规划，下班之后，咱就做伙坐车来到遐，了拜六伫花莲，迄真水的所在，咱会当来玉山新航院，因离玉山新航院只有10分钟的路程。边有一个鲤鱼段，真水的所在，来因的教会真近，伫因的教会内底，因差不多因的人数跟咱差不多，比咱搁侪小可，但是因真热情，所以阮看到牧师看到讲，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来学习，会当有活命有气力，咱会当常常主唱欢喜的歌啦，兄弟姊妹，咱伫对上帝国的角度，咱需要搁一个入捌。咱来知影上帝是信实之爱，永未改变。有真侪基督徒为什么无法度体会上帝国？什么是上帝国？咱拢常常讲上帝国已经临到啊，无毋对。但是咧，咱无法度通塑造真正上帝国临到的这个环境。是安怎？因为基督徒都无认为上帝信实啊。什么叫做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信实的，就是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有当时咱会感觉无公义啊，上帝你无公义啊，因为你无相信上帝是信实的。咱来了解上帝疼咱，伊的确伫咱需要的时阵，甚至不足的中间，受到无公义的中间，伊会安怎？伊照着伊的信息来好款待咱。所以兄弟姊妹，以赛亚先知伫以赛亚先知书讲40章25节到26节讲，迄个圣者安尼讲：恁将什么人会当砍我3臂咧？甲我3比平咧？你们向上举目，看看是谁创造了这万象，按照数目领出他们，一一称其名，以他的全能，以他的能力。大能大力使他们一个都不缺啊！我要问你，你活到今仔，你有感受到上帝互你欠缺无？伫你不足的时阵，上帝有互你无安尼来经过无？上帝有因为伫你欠缺的时阵，互你失落啦？简单来讲啦，敢有？什么叫失落？失落的意思是讲，你即摆袂坐伫遮啦，你即摆伫外口咧毁累啊，你即摆伫外口咧犯罪啊，犯罪毁累就是你。失落去啊！所以兄弟姊妹，咱拢会当伫即个所在，还阁会当有一口气为主来活。咱着爱来明白，上帝一直拢在看咱。所以兄弟姊妹，以赛亚先知书第40章27节到31节讲雅各啊，你为什么安尼讲啊？以色列啦，你为什么爱埋怨啊？我的道路耶和华因温满的中间，我的案件敢若秘书被上帝来忽略啊？你唔知影吗？你无听过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地极的创造主，既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知识无法测度。所以兄弟姊妹，咱有当时亲像在以色列废时埋怨，敢有？有啊，咱嘛咧埋怨啊。咱会感觉主啊，我发生这样代志我来到教会拄着这个伤害你到底你上帝你有咧看重我无啊？你是不是把我忽略啊？有些弟兄姐妹他来教会也会想说，弟兄姐妹好像都没有人来招呼我呢，有没有？会不会？会啊！我通常都会跟这位姐妹跟弟兄姐妹跟他讲，你不要等到人家来找你啦，你主动去找他嘛，对不对？咱来到教会就是爱表示这种热情嘛，是不是？所以兄弟姊妹，圣经跟咱讲，疲乏的他是能力。永在的神耶和华，地极的创造主，既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知识无法测度。但是他说了一句话：疲乏的他是能力，无力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安怎疲乏困倦，强壮的人也会全然跌倒。但是仰望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
必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他们行走也不疲乏。像你今晚这里去睡的应问，非常美的一个情境，你看到了吗？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看到，你的生命会非常的危险。世间上有真多人拢是安尼，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个少女哈，一个少女，她15岁、15岁时阵，染着胎哥病、麻风病。后来染着这胎哥病，伊的老爸爸母给送去到麻风病院去受治疗，5天的时间，医好啊。但是医好了后，伊感觉哇，真欢喜，因为伊5天的时间拢无看到伊的亲人朋友甲因做伙，伊足欢喜的去找因朋友，去感觉讲，hello， 新天兄，我回来了。他都不理他，不是新天兄啦哈，是他的朋友都不理他了，无要插伊。无要插伊了后呢，伊最后心足痛，最后自杀死啊，自杀了。我请问你，世间上有安尼人无？有啊，就是因为伊无生命，无活命的话，无福音啊，无人甲伊传福音啊。伊若信主的人，干嘛呢？会袂？不会的。就算他在软弱当中，他也知道。仰望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着力量。我们基督徒都是有时候会没有能力的，但是我们要仰望神。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跟他看一下，停2秒之后跟他说：你要单单仰望耶和华，你要单单仰望耶和华。求上帝帮助咱，基督徒的国度观不是世上的人所在追求的世上的价值。不是要让人看中，我被人看中哎，没有我不行哎。你这种国度观是自私的，看重自己嘛，你不看重上帝的国度，而是我们也不是看重世上的人说看人会改变的价值观。上帝给的价值观是不会变的，是爱，是恩典，是祝福。所以兄弟姊妹，我真爱。互咱了解基督徒的生命观，咱对今仔日的圣经在咱统整2个重点。上帝是创造咱的主，对无？伊的主权、生命主权是不是爱交予伊？伊若是咱的主，咱就是将咱的主权交予伊。你的心开阔，你自然就安怎？哈利路亚，俄勒主，安尼了解无？所以你要欢呼俄勒主，不是一句爱无事叫我做的，迄不是我爱的啊。了解我意思无？所以你的心若要开始有上帝国度观，你就爱对心底对主唱出哈利路亚欢呼的话语的时阵，你的心爱开阔，你要认定这位创造你的主啊。第二，重点就是在神凡事都能。伊若是信息的上帝，是听的上帝，伊就安怎为你备办。所以顶礼拜牧师。是休假出去风台要来，我拜伊就先倒转来，赶转来上烦恼的就是3楼，咱外口这还未封无封无处理我讲赶紧的请同工咱这要安怎处理？结果拢用好感谢主，上帝互这个风台无带互咱教会外口面的破坏甲损失，这就是仰望相信上帝，伫上帝凡事拢会。你若听小张了讲牧师拢伫迄种啊，这有可能安怎？可能安怎？有无？伫人就是安尼咧想，但是伫上帝凡事拢会成咧。所以感谢主，上帝爱咱学习约翰一书第4章最后牧师要甲咱分享7节到12节讲：亲爱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那里来的。凡是爱人的，都是从神生的，并且认识神；不爱人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要使我们借着他而活。上帝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先爱我们。跟你边一下这讲，上帝先听你好，不是咱听上帝，咱来到主的面前，上帝较听咱差遣他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亲爱的，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怎么样？彼此相爱。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到什么成全了。所以上帝的爱要成全，需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互咱彼此相疼的心，互咱的生命会当透过上帝话来得到激励。最后，牧师讲一个故事，有一本册叫做《祷告心灵归处》，内面的作者，佛斯特理查，伊捌写着讲，有一天有一个信徒啦一个圣徒，做圣洁的一个门徒，问伊的学生，伊讲，咱要安怎会当知影讲黑暗已经过，天要光，黎明要来到，黑暗要过去，黎明要来到，我们怎么知道？伊一个门徒就安尼甲伊回答讲。我们在远处看到一棵树，一丛树啊，我哪当看出讲这丛树啊是什么树？安尼就是天要光啊。伊就有光啊，你看会出这是什么树嘛？另外一个门徒就讲我哪当看到一个动物分得清楚，伊是狐狸还是人？安尼我就知影黎明到了。这个老师就安尼甲学生讲，拢唔对。伊讲学生就讲老师啊，啥拢唔对。老师就甲伊讲，只要你若知影，什么人是你的兄弟姊妹，黎明就到了。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圣徒，这个圣洁的门徒，这个老师，伊讲，当咱会当看到一个人，伊是你的兄弟姊妹，就是黎明来到。我觉得很有意思。基督徒不在于你可以分辨，基督徒在于你有没有办法去爱一个你不想爱的人，那就是黎明的来到。求上帝帮助咱，让咱当真实看到上帝所要爱咱看到的国度是什么国度。咱这回当心会当来唱一条歌曲，咱这回来吟一首诗歌。主，你会听，有真侪时阵，你的心有真侪忧伤痛悔。腰抓搁惊吓，最捆绑咱的生命，互咱袂堪得来领受上帝的疼。但是主甲咱讲，咱是伊的宝贝，伊毋捌放散咱，伊爱咱，毋免惊，来到伊的面头前。咱做伙坐咧吟就好。我的心忧伤痛悔。腰怎搁惊吓？做捆绑担我袂堪得你的疼。主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散我，互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坎坷也开挂，全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保护我，永远坚持无变换，全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主你的疼，主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坎坷也开挂，全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归家到永远，坚持无变换，全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咱做伙来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愿恳求你的灵充满阮的心，帮助阮的生命，互阮明白主你福音国度的奥妙，互阮的心定心回转，定心倒转来归向主你的心意。主啊，当行说的约翰耶稣讲，天国君啊，恁着悔改认罪的话语，阮明白听见的是。
阮需要好好来明白，伫阮的生命需要常常认罪悔改的生命中间，重新得到顶头生的生命，是有目标的，是有愿望的，是有见证的，是有活命气力来为主来我的信仰生命。因为当阮的认真思考，阮家己的生命悔改的问题时，阮的生命要开始准备进入得胜、丰盛的生命内底，毋是伫消极、埋怨、对敌的内底咧讲话。求上帝你怜悯阮，主啊，你的教会是主你的身躯，是主你正做教会头，阮是你的身躯的肢体，阮就爱同心来起造教会，正做上帝你所欢喜的教会甲百姓。阮需要正做基督徒身份的顶面，有新的眼光，有新的做法，通互阮的生命因为主的疼无失落，真实的活出甲人和睦相听的生命。有主你的疼，有主你的福音，真好。正做阮生命会当得到完全交庇的来源。主啊，阮感谢你，大桥教会要正做大桥你的社区，真要紧的定塔。阮需要认真思考，好好陪伴阮的心，同心来起造分享生命的教会。用主你疼阮，改变阮，塑造阮的美好的行动，互人看见。阮就是主你的学生，你是阮生命的导师、生命的教练，磨练阮生命得胜、生命的主宰。求上帝你继续引带阮，阮感谢主你带领阮所听的满足者、心甜兄，无论是心脏的手术、目睭的手术的治疗，以及妙玲姐伫因所做的治疗的过程的中间，阮看见上帝你的医治。你的权柄、你的能力，一定拢甲阮撒甲彼得。愿你常常伫阮的生命中，伫你的教会内底来行新约基事，互阮经历认捌主的人有福气、有平安、有喜乐。愿搁一摆伫你的面前，主你感谢，将一切荣光归乎主上帝。同心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大家准备心来奉献。起来。咱来这两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术甲收回的主权。这只是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卫生，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庆幸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予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请坐。即马咱三个来讲道，请掀开手报，来看内底的讲道事项，为着咱的教会的信徒，为着咱的教会，嘛为着咱的同工的服侍工作，三个来祈祷。主边听堂的天父上帝啊，阮特别伫遮，阮你献上阮深切的祈祷。主啊，恁知阮的信徒阁有足多不足，主啊，求你继续引带阮，带领阮，互阮会通经历得主你的慈悲、你的怜悯、你的大疼痛，互阮会通听条伫你所引带阮要行的道路顶。主啊，阮真心恳求你，甲阮三脚伫地，引带阮，带领阮。主啊，我嘛恳求你，继续为着阮的教会来行你的大事情，能力行你的大事。主啊，你知阮的教会有欠缺，阮的教会有足侪不足。主啊，求你引带，求你带领。主啊，我嘛为着阮的同工所有的服侍工作来献上阮的祈祷，求你引带，求你带领，求你赏赐，互阮的信徒，互阮的同工会通搁较有智慧，搁较顺服，搁较卫生。阮的恳求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即马我来报告，咱下周的圣工事奉人员，请家己来注意。奉献的部分嘛，请咱家己来看，有错哦，请用回馈我来更正。咱来看本会的消息。本主理是即个月上后一个主理，会后无小组，嘛请咱的总志伫1楼吊卡检讨的会议，请关心台岛。第2点。后主理是咱的真侪的主理，邀请所有的父亲同齐来参加咱的主理礼拜。会中有礼物的赠送，请踊跃参加。咱的中会消息，咱全国的基督徒联谊活动伫咧9月15日到16日，礼拜5到礼拜6，伫咧名都公共度假大饭店，请有
邀请咱有会青教结婚的教会青年，有没有来参加报名？咱即马来读本周的经句，用台语甲华语拢读一摆。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诗篇100篇第3节，请牧师补充报告。牧师来补充报告吼，咱今仔日感谢这个花莲的崇光教会戴少崇弟兄吼，伊本身嘛是一个传道者的囝儿，因爸爸当药山神学院当毕业无花一冬的时间做传道，伊本身是即马准备伫高雄的义守大学在做复健科的复健科复健治疗。算是实习啦，实习啦，所以实习到11月，所以这段时间伊嘛是拢会来到台南，拜五伊就暗时来到伫教会遮来住，所以牧师嘛邀请伊，因为伊听无台语，但是伊嘛要学台语，所以因为伊必须爱学台语，连讲伊咧工作中间爱接触一寡遮个病人吼，所以伊真有心吼所以感谢上帝，牧师即摆去崇光教会嘛，得到遮个。花莲的学生崇光教会学生吼，有机会咱买咱教会，他们诚做一个姐妹姊妹教会啦吼，互相彼此一个诚好的关系。牧师即摆去吼，嘛有即个买几项即个叫做麻糍啦吼，所以等下咱若会友大家落去的时阵，不管你要食无啦吼，你若无要食麻糍你嘛客一粒吼，然后送互你的朋友，送互你的亲人，送互边仔你拄着的。朋友无捌的人，你嘛会当甲伊祝福讲这是我牧师即礼拜去花莲买倒来，请送互你食，你嘛甲祝福所以嘛请咱兄弟姊妹等下要落去的时阵，一人摕一粒啦咱继续会当为着遮个原住民的学生因本身礼拜日服侍了，因就落去楼骹带咱的主日学所以感谢上帝，伊会当伫咱中间做伙服侍，我感觉上帝拢真疼咱。咱无同工，需要一个鼓手嘛，需要更较侪青少年社青来服侍，上帝就引带因所以咱继续为着这项代志来代祷。他拄咱的书会当中嘛有报着即个啥适婚年龄的适婚的青年，伊逐日讲甲嘛咧笑所以其实牧师蛮鼓励我们教会有些教会他们很鼓励教会的未婚青年真的。咱讲国家像咱即马台湾人拢无人要生啦，因为安怎？咱的环境对教育对囡仔的补助敢若无介好。我感觉教会嘛爱鼓励啦，所以牧师期待啦咱教会若是讲有青年要去的鼓励咱教会当甲因补助啦我感觉袂一抓因去爱开钱，开钱会佫惊因无法度堪人熟悉安尼嘛真无因就消极的不想参加啦所以我们鼓励啦鼓励那个未婚的适婚年龄牧师真的很鼓励大家一定要去多认识多认识交朋友了解一下，你就教会做联谊对不对？他们都是基督徒有机会教会，我们现在教会也在募款期间，牧师也邀请各位，如果有认识的教会，对不对？那我们有机会可以去他们教会募款，对不对？那你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去认识了所以牧师也期待我们的教会的这个社青鼓励你们真的要去参加了，好不好？排除万难可以的话就去参加。那教会的话，我们适当的补助也是好的了好，那我们为这件事情好好来祷告。那今日有新朋友无啦咱继续为着咱教会福音的工作来代祷嘛今日王牧师嘛倒等伫咱中间咱嘛欢迎伊好这是咱做伙起立，咱互相来行平安礼，互相请安，平安，上帝听你上帝听你，欢迎你回来，上帝听你上帝听你，上帝听你，上帝听你，上帝听
听你哦，平安，平安，上帝听你，平安，上帝听你，平安，上帝祝福你，上帝听你，上帝听你，平安，上帝爱你，上帝赐福你，上帝爱你，平安，上帝赐福你们，上帝赐福你们，听互咱自己做一回，上帝会听互咱大家行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一回，一遍来，听互咱自己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一回，上帝会听互咱大家行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一回。感谢主，互咱三甲自己做一会来敬拜伊，咱嘛着将荣光归互咱主上帝，咱做伙来吟上英的诗，天的万邦万国万民，将荣光归互咱的主上帝。天的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主，阮感谢你，你引带阮来到主你的面前敬拜你、学乐你。阮要将一切荣光归乎主上帝，因为阮是上帝你的百姓，阮就爱常常尊你的名做大，尊你的名做圣，尊你的名一切凡事拢因为主你通过得胜的生活。愿上帝你赐福阮，引带阮今日所领受的。互阮会当做伙来完成上帝国所要托付阮的使命的工作，来成做上帝你祝福人，会当引带人来认捌主你宝贵的福音。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恁众大家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平倒。